真係估唔到啊！響中山主城區呢啲核心位置，居然仲有一個低密度嘅4.0住宅，而且咧可以睇到我哋園林景觀非常之靚嘅，有4.8萬平方嘅宋式園林啦，有5大主題嘅公園，生活係非常之舒服嘅。樓下咧就係我哋嘅商業街啦，生活配套係非常之齊全嘅，而且可以見到我哋呢個樓盤咧，多數都係我哋嘅公務員啊，同埋我哋附近嘅教師啲高質素嘅人群居住起身咧係非常之舒適㗎。然之後咧，我哋樓下仲有直通巴站點，1個鐘可以翻到香港啊，來回係非常之方便嘅。事不宜遲，跟住我鏡頭一齊過去睇睇示範單位啦。OK 啦，而家嚟到我哋示範單位啦，可以跟住鏡頭睇下我哋嘅交樓標準。呢度咧我哋係帶埋全屋嘅裝修俾到我哋嘅，包括咧我哋呢個層高位係嘅豪宅標準3.3米嘅層高啊，實用率咧去到120%，係非常之實用㗎。包括我哋嘅所有嘅品牌咧，都係一名品牌嚟嘅，咩飛利浦啊、高爾啊、科立啊，全部品牌都係一線品牌嚟嘅。而家咧，包括我哋呢個樓盤嘅物業管理咧，都係我哋嘅第一太平戴維斯呢個管理公司嚟管理嘅。如果咧對呢個樓盤有興趣嘅朋友咧，可以評論區留言俾我，我發全體資料俾到你。